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哥倫比亞香港嘅時間。咁大選就結束，當然今集咧就講呢個大選嘅結果啦。咁咧最終咧就由呢個嘅右派，就係呢個政治素人嘅一個阿比拉歐咧，咁即係贏咗呢個嘅總統大選啦。咁就喺未來4年咧就作為呢個總統嘅。咁但係咧呢個右派嘅即係候選人啦，咁其實佢係親美㗎啦。咁即係Trump 即係早前已經係即係極力去支持呢一位嘅總統啦。咁咧但係咧佢唔係贏得係好輕鬆喎。咁其實咧佢只係爭呢個嘅左派嘅候選人啦，議灣啦，咁咧就只係爭25票，咁其實咧係唔夠1%咧去贏咗嘅，咁其實咧係好五波嘅，咁咧即係話各有支持者，咁但係咧最關鍵咧就係喺邊度咧？因為咧投票率咧最高嘅2個州份咧就係呢個冠地納馬加啦，咁同埋呢個嘅波哥大嘅，咁因為呢2個省咧都係集中呢個嘅中產啦，同埋一個商界人士。因為中產同商界人士咧都非常之即係 buy 呢個嘅政治素人嘅呢個右派候選人啦。咁當然啦，即係因為2大嘅區份都極力出嚟投票嘅時候咧，就係爭呢個咁嘅少少唔夠1%咧，就贏咗今場嘅選舉嘅。咁今場嘅投票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喎，因為咧即係根據翻歷年嘅數據啦，咁咧一直以嚟嘅總統投票選舉啦，其實都係差唔多接近呢個50%，但係今年咧竟然有呢個64%咁滯喎，即係話有1班裏邊咧就有64個出嚟投票，咁其實呢個即係都係好破紀錄嘅一個嘅即係總統選舉嘅一個投票率啦，兼且連一啲喺海外嘅哥倫比亞人都會咧即係喺呢個嘅即係當地嘅領事，即係當地嘅哥倫比亞領事館去投票啦，咁其實都有60幾萬人喎，又係創呢個新高喎，咁即係話其實咧哥倫比亞咧係即係人咧係非常之即係希望想改革嘅，因為咧其實呢個左派嘅一啲嘅已經控制咗好多年啦，咁有啲人咧就即係覺得都係冇乜前途㗎啦，加上其實我就覺得可能真係有錢人係多咗啊，我雖然係一個好基層嘅人，但係如果俾我支持嘅話咧，我仍然都係支持呢個右派呢個政治素人。點解咧？唔係因為佢特別好，係因為咧我覺得如果既然左派都係冇呢個嘅進展嘅時候，咁點解唔搏一鋪咧？我諗哥倫比亞人咧都係即係循住咁嘅心態，加上咧即係因為即係最低工資之後啦，其實好多老闆咧都真係要執啦，咁就其實即係好多即係員工都冇得做啦，加上通脹高啦，咁其實咧我就覺得係需要有一個嘅政治改革啦，因為呢個右派嘅政治素人咧，咁呢個新總統咧就係主攻打擊呢個治安啦，同埋咧佢係即係開放呢個自由經濟嘅，因為之前咧喺呢個嘅即係左派咧就即係希望係即係將一啲嘅機構啦，即係醫療機構咧就變為即係即係政府擁有嘅，但係呢個右派咧就認為呢人即應該係私有同埋一個正常市場嘅，咁變咗啲中產咧，咁當然係 buy 佢啦，係啦，咁當然仲有嘅就係話因為之前嘅左派一直咧都係咧即係對於治安呢個打擊咧係一個談判嘅形式，但係咧呢個右派咧就強硬派咧就變咗咧係即係要打擊呢個即係治安咁政治，咁當然啦，即係因為五波啦，咁即係驚呢個呢幾日咧都會有即係啲嘅暴動啦，咁暫時都未聽到，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有暴動嘅話咧，咁就即係都正常嘅，因為其實好多外國地方都係有即係支持者同埋即係反對者，咁因為其實左派都咁耐啦，咁就變咗即係有一啲嘅左派嘅人士就怕即係會削呢個福利嘅，咁其實我就覺得削福利係應該嘅，點解？因為即係我成日覺得你唔可以用一啲北歐嘅國家嘅福利國家去比，因為咧所有嘅福利嘅政策係需要有人民嘅質素去支援嘅。咁咧我就雖然我係冇份投票，咁其實咧即係邊個總統上任咧，其實都
雖然都唔係好關我事，但係當然啦，如果我要揀一個嘅話咧，咁啊當然呢個右派嘅呢個政治素人啦，咁啊真係希望咧哥倫比亞會有一啲嘅新轉變啦，無論好嘅轉變或者壞嘅轉變都需要轉變嘅。咁今集咧就講呢個嘅即係總統大選嘅結果啦。咁如果大家咧有啲咩問題嘅，就可以留言俾我。咁希望你哋可以分享、訂閱同埋點讚。咁仲有咧就係加入 social media 有呢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如果咧大家對南美四國旅遊興趣，又或者嚟哥倫比亞需要私人配套設施嘅話咧，咁就可以私下通知我。咁今集就嚟到呢一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哥倫比亞嘅人同事俾大家聽。下次再見，拜拜。